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号夜新闻，我是嘉豪。讲到宜兰的富新渔船昨下晡4点外，可能是这掠鱼掠过界去到日本迄个所在，互因日本的公务船登去调查，包含船长在内有8个船员。日本是要求船头家就要纳担保金150万一票。外交部表示，已经要求日本的。讲这船头家若总有纳钱，就要赶紧来放人。咱的苏澳区议会就表示，有透过民间管道伫咧接接，目前8个人是拢真平安。若这详细经过，就要等船长回来才来说明。船员伫船顶赶紧整理设备，为下一摆出港掠鱼做准备。毋过，佮传出有台湾渔船和日本国务船丁检扣船。宜兰籍复兴渔船2八下晡，疑似因为走入去日本海域掠鱼，船顶带接线上船长7名台湾船员甲船只，拢往扣往就完到调查。来求救，就是说日本这跟他碰撞，甚至登船要检查啊。当时的情形应该是船长比较清楚在日本的方面是说我们业界来去捕捞渔获的问题。陈春生讲，船长家属希望人船拢会平安回来。议会经由民间管道甲日本交涉，知影8个人拢平安。报案所在确实是日本所属海域，不过到底是无海通过，也是伫掠鱼作业，也搁在调查。富兴渔船2八下晡4点10分，伫北纬24度33分，东经122度36分的所在，离苏澳40海里，互鱼界线外口5海里，互日方定检。经过咱方甲日方交涉，渔船敢若进入日本领海作业。渔业署讲，依照日方定数，交担保金150万块入票，大约代票32万块，人船就使得到释放。据我国驻日本人员查报，该船因为进入日本与那国岛12里领海内违规作业，遭日本海保厅公务船发现并取缔，要求在船东缴纳保证金后，尽速释放人船。这是7月份第2摆台湾渔船牵涉越界，互日方处理。顶一摆是国人籍渔船5号伫皮加斯东北方暂定执法线外口大约7.5海里作业，互日方定检扣留。不过渔民认为，即要无越界，就免烦恼互扣留。照规家咱的海里来安尼就好嘿，咱若要超过2零个，敢若会惊。你是超过2零个，毋才会甲你扣伊。陈春生证实，船头家已经把担保金汇互日本，不过因为要停驶爱行，推过30人船有希望释放回来。强调船长回来台湾了后，若是有受到委屈，会向相关单位来申诉，议会也协助。不过若是越界掠鱼，就应该接受相关的处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日本外交和国防部长之加之会谈，伫会后发布联合声明，讲两国会深化国防合作，自这个美军也会变做联合部队的总部，而且讲中国是上界大的战略挑战，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对中政治下国会议联盟 IPAC 年度峰会，头一届是伫咧台湾举办，明仔载就伫咧台北要来举行。总统赖清德受到邀请发表演说，今年有23个国家49位国会议员用台海和平稳定做中心。那副总统萧美琴呢，今早起要接见 IPAC 访问团，甚至有风声讲咧，中国尚无对6个国家施压，爱因的议员卖来台湾。现场一直拍破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年度峰会3月头一摆刷到台北来举行，有23个国家49位各国国会议员来台湾，也是历来上大规模的议员访台团。今年以台海和平甲稳定为主题，副总统萧美琴离到接见 IPAC 访团，特别讲到访团来台湾，正拄到非常重要时刻，台湾正努力提升自我防卫。And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exchange ideas and thoughts about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to achieve our common and shared agenda of ensuring democracy, peace, and prosperity. 台湾虽然不是会员国，不过总统赖清德受邀请3日发表演说，展现 IPAC 对台重视，引来中国的不满。美联社报道指出，至少有6个和中国施加压力，要求议员莫来台湾参加峰会。They have been sending text messages. They have been bombarding, harassing MPs with phone calls to try to get urgent meetings in order to tell them that they should stay away, that they should not come to Taipei. They contacted president of my political party. They asked him to stop me to travel to Taiwan, and he sent a message to them that he cannot stop me. I'm free member of parliament to make decisions.
包含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斯洛伐克、北马其顿、波士尼亚、加赫塞哥维那这国家，拢受到中国紧急会面的请求。外界解读，中国想要威胁各国，借此来孤立台湾。不过，台海安全真受到国际注意。美国、日本理加利会谈28日东京停场，日方外长甲防长出席，美方由国务卿布林肯甲国防部长奥斯汀参加。为了联合声明，国际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We strongly oppose the PRC's efforts to unilaterally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in the East China Se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ound Taiwan. We agree on the importance of uphold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中国の対外的な姿勢、また軍事動向等が地域及び国際社会全体にとりまして深刻な懸念であると、こうした認識で一致をし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またロシアと中国とのさらなる戦略的軍事協力に対します懸念も共有をいたしました。另外，美方会改组驻日美军新设统合军司令部，加上美国、日本、韩国3国的国防部长会晤，代表美国、日本、韩国3国的安全合作走向制度化，应对北韩核武威胁，也有中共的挑战。记者宋夏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风台灾情，讲到这开辟风台吞大南台湾，真侪所在拢伫咧抢修，亲像这台电工程车28早起行便道入去阿里山山区的时阵，抢修出来兵车加载是无人受伤。另外，台水公司美隆营业处有2位员工伫咧2日去到高雄六区中兴里修理的时阵呢，却撞到水崩山，因是赶紧甲车撇咧做伊来逃生。2个人等到现场，有关是心惊惊。真侪通尾菇仔为山顶冲落来，嘛冲真侪树挖落来。高雄六区区中兴里因为风太侵袭停水，台水人员第2日趁雨较细出动巡查，一连启动备用水源，就伫途中拄到山沟出现真侪土石流。当时未赴刷开工程车，车等下紧走，尾仔车就去互土石砍去。离山水越大，我们从车倒车不及，我就请同事就先行赶快离开了，就把。来不及倒车回头，就先行离开，往那个安全的地方逃离。员工讲，车到现场时阵，就发现土沙水流出来，村民捌甲讲这是土石流的警讯，判断爱随铁力才救回一命。当地里长表示，目前江水已经恢复，不过持续伫落雨，山区的道路也是真危险。我有跟你们说，只要下雨下很大，差不多1个小时、2个小时，你们一定要跑掉，你不要在这边了哦，不然会溃堤。在后抢修，因为路况真差，台电工程车嘛伫阿里山发生冰车意外，28早起工程车行便道进入灾区抢修，好亲像落雨了后拢乖乖出去，冰雷山坪下骹路面四面向上天，好佳在2个人拢下安全带，无受伤，顺利脱困。事发地点那边是下坡，另外，它那个整个都是。台风的关系，路面都有很多落叶，所以车子阻止的话，很容易打滑。台电表示，到29下晡，全台湾甘村嘉义县769户，也甲高雄市119户还未复电，主要是山区道路受损严重，工程车才大型工具机无法度入去。为了加速复电的时候，不少当然是家己用行入去，派一寡抢修所需要的装备甲材料到事故的地点进行抢修。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风台关系，这高雄山区南马社唔若失电，对外交通即马总算是有连外道路啊。目前台1高线南马社段、台20线南环公路路拢断去，也那高农局也等咧抢救。那讲到这停电的这部分呢，目前南马社地区电力已经是恢复到社了。这一台货车顶管载米、牛奶粉等等的生活物资，拢是要载去山区，互南马社居民互因感较担心，因为凯比风太风雨，造成南马社往桃园甲嘉兴的道路袂通，连网路嘛断去，居民的生活是真歹过。加在南马社代替连挂道路已经通啊，因通为高129线通去台3线的大埔桥，往家己的方向出来。又没水没电嘛，没电大家有发电机的又要下山买油。这几天冰箱的东西都吃完了啦，有东西补给的话是比较好。公路局28统计，高雄山区也有7路段断去，包括台20线南环、台29线南马社等等的路段。唔那南马社居民受困，桃园区阁有400多个居民留伫部落。因为民北铁路更变桥嘛，互大水冲断40公尺，到搭阁无法度通车。目前公路局当咧抢通梅山口甲向用的路段，5望31号通完成。到梅山口这个路段的摊方清理
我们希望在这2天内，赶快让民众得以往外去购买物资。除了路袂通，山区失电3天，经过台电人员抢修，29甘那村南马社、甲线桃园有119户电也袂来。台电表示讲，买饼下也唔通正常供电。今日上午为止，我们已恢复了主干线大部分的用户供电。努力达成今天全部供电的目标。因为受到低压大影响，南部这几天山区各落雨，目前公路局针对抢修的路段有管制，请民众爱加注意。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凯比风台造成南部地区灾情真正严重，中央限电向拢提供受灾户补助。高雄宣布饮水超过50公分以上的中价收入户，中央搁再加上电费补助，一户上济会当领到45000。若请浸水拖车费用，灾民暂时安置要相关的补助。另外，台南、屏东同款有补助通好申请，监理所也要提醒民众，这车浸水也会当修理，会当先去办理停驶、暂停扣牌照税、燃料费，也会当免投保这强制险，减少民众负担。8月上半日，高雄三民区这栋积水上严重的大楼，水总共消退，地下3楼也是4架拢悬悬，爱大整理。要做善后，就是说，在这个第3层楼的这个淤泥的部分、清污的部分。浸水车饮水的时阵有漏气，有一寡塌伫入口，有一寡烧塌。拖吊人员爱先刹车，才有法度拖走。这车为送去维修厂，为停伫附近的学校。全部予黄土砍去的车，敢有法度维修也是问题。有一寡民众规期报废。那个东西泡到水，那个里面的行车电脑什么那个都坏掉，你再修也是没有用。跟监理所这边来报一个停驶等到车辆修复完成了以后呢，再把这车牌再领回去那这段时间的相关的税费文会停止。监理所建议民众浸水车若是会当修理，会当先办理停开，减少牌照燃料税负担。风台受灾者原来有补助。灾害的这个认定啦，咱这个由咱李干事甲里长主动来做登记。高雄针对饮水超过50公分的家户，上悬补助1户45000，50公分以下5000至15000。若是浸水车甲浸水车拖掉，原来有补助，因为风台断水电都爱带旅馆，嘛会当申请。屏东饮水50公分以上是上悬补助45000，台南饮水50公分以上的家户嘛是同款的金额，饮20至50公分的补助上悬15000。若是饮水20公分以下家户提供价收也是中价收入户的补助，浸水车补助比较高雄，嘛提醒民众会继续爱翕相留存证明资料，才会当加紧申请的速度，赶紧领到补助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凯比风台雨水是真高，高雄25座下水池和119条区域排水也拢填起来。这排水系统到底是有效也是无效呢？学者认为讲，这届饮水和排水到下水池拢无关系，是因为极端气候这雨落了太猛啊。学者也讲呢，真侪国家已经无伫咧追求卖饮水，颠倒是讲爱安怎做水会摕较紧，也着爱减少灾害。风台过了后，头一个公部门上半日，高雄人武区公所人武区原来里活动中心正侪询问饮水补助的民众。重机都泡烂了，重机才骑乘车，对啊，摩托车。大概损失多少钱？你们有自己？应该有近100万。凯比风台落正大的大水雨，造成高雄真侪所在淹水。25专区119条区域排水甲25个断水池全部满水位，嘛无法度消透出去。到底断水池敢有法度发挥应该有的功效力？我觉得不是下水道的通洪量不够，也不是自动池做的不够多，最主要是在原因是因为降雨太极端了。现在世界各国的做法多半都是朝向比较软性的，比如说我们不去要求说完全不淹水，而是说提高我们的韧性。专门研究都市淹水的专家认为，这个主要是极端降雨造成的。总共高雄排水系统的规格，经过最近这几年的建设，已经未输其他先进的国家。不过也是适合极端气候，建议政府治水方向，除了面对淹水灾情赶紧排除，降低灾害，民众家己嘛爱有防灾减灾知识。市政府统计，高雄大楼加透天建筑地下室淹水拢总376栋，嘛造成真侪车浸水。民众这期事先无开放高架桥防停车，已经开放了309处的临时停车据点，大多是在各级的学校校园内，还有红黄线
那包含中都桥、愿景桥等，也都开放民众于风灾期间临时停车。高龙桥表示，风台期间开放真侪临时停车据点，未来也无排除会将国道纳入考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家己沿海这青蚵仔渔民受到大浪甲风台影响，布袋东石这青蚵仔河病拢是损失惨重。嘉义县政府农业处在咧评估，引起统计这损失的金额可能有来到1亿6200多万，也甲这财产的报告送到渔业处，渔业署会协助渔民来减少因的负担。原本应该爱伫海上的湖边啊，风台过了后，拢互海鹰拍起来伫岸边。嘉义县政府农业处表示，即届风台造成湖边的损失真严重，农业部已经针对风台带来的损失办理救助甲加利贷款。有一种是真济，比去年较济真济。那这一次台风的受损非常严重，那经过我们勘灾的一个结果啊，那有8400棚的浮筏式科棚受损，那平瓜市也有300公顷以上的面积来受到损害。即届风台拄好拄着电流，大风甲大影甲外海的湖边啊拢拍到海去。当初甲布袋一寡蚵农或者是餐厅业者，嘛表示即届风台的损失真大，对中秋烘蚵仔的需求可能加减会有影响。咱的台湾拢少咯。啊，就减破足侪蚵仔。减破足侪。品质一定要顾好个啊，所以应该绝对是也无问题啦。但是可能会愈来愈少啦，物件因损失太严重了啦。嘉义县农业处表示，因为风台损害湖边啊，湖边的湖边现金救助是1平6000，家己贷款的额度上悬是4万，岛边的现金救助是1公顷3万3，家己贷款的额度上悬是1公顷20万，希望会当减少蚵农的损失，协助产业的恢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来看这彰化县埔盐溪湖遮的鱼仔场，同款是受到损害，农民3钱要买，却是无这个鱼仔停好互因买。另外，鹿港要做这水五金的业者，互这大水淹甲密密麻麻，爱报废物件是太济，可能爱了上千万。那讲到这洪湾外海水分钱，这河边呢，拢互草啊、水流茶砍掉的，超过90%的河边拢害去啊。温小厝顶雨风吹了，涂骹要淹水分裂。有一寡高丽菜菜栽叶外个黄旗情形，凯美风台结境了后，中部的菜栽场也受到影响。想要复耕的农民赶紧买这菜栽，想要种，市场却是供不应求。伫彰化埔盐甲溪湖有3公顷的菜栽业者讲，要先出货来满足进前的订单。风台过了后，复耕的需求暂时无大来供应。它被水淹走了之后重种啊，但是它之前并没有定苗，所以它临时去找那个有库存的苗会不好找，因为现在几乎都是订单制的生产，所以比较没有库存的菜苗。用真侪清水来洗这个水五金的零件，不过依然是无多入到供货进度。彰化鹿港、顶环埔地区是全台上重要水五金生产的所在，一年有大约600亿产值，即摆也受灾真严重。有业者干那产品报废损失就上千万。啊，拢土啊，拢水啊，水袂起来，再会报废了算千万的，再报废。这两卡柜啊，45尺要出拢无通出。洪湾外海海坪所在，大约500多公顷的蚵仔田，互草甲树枝以及水流槽砍掉咧。蚵仔毋是被冲走，就是互稻草甲烂土翕死，超过90%的蚵仔田拢毁掉啊！损失无度估计。离港渔业署甲民意代表来勘灾，希望中央赶紧提出补助做法。你啊看少安尼，少安尼一片这片安尼，都看安尼，哦，真痛苦的啦。后端的部分还有所谓的低利贷款，那这一次的部分，农业部对于所谓的半年天灾免息的部分，不管是新贷还是旧贷的部分，再来就是水事所其实也有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后端要做护园的一个基础服务的部分也都要投入。渔业署强调，一旦彰化县府停补受灾统计资料了后，补助平半式蚵仔田1公顷3万3，另外佫提供20万块的家利贷款，救助详细情形的前进来工具，协助农民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指控二数大选剩100天，这共和党主任副总统候选人 Trump 甲 Vance 就结交民主党的大票仓，明年所达州造势。因也批评这胡锦丽伫咧这个边界也有犯罪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拜登退选了后，快速整合胡锦丽阵营，开始竞选的头一礼拜就募到2亿美金的这个政治捐款。伫18岁到29岁的少年选民当中呢，有47%的支持率是赢过 Trump。34%。台
大选投票倒算100天，共和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川普甲范斯的竞选造势活动，为无明确的州到中西部民主党的铁票区明尼苏达州，这个地区为1972年开始，选举人票都唔捌入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票箱。不过拜登还未退选进前，民调有出现变化，这个抢攻铁线区的选票，川普这边望这届拿领甲工会的劳工会当转向共和党。28伫圣克劳德市的造势活动，都锁定非法移民犯罪的问题，一直批评对手侯金利。Kamala Harris is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worst border crisis in this nation's history. More than 10 million illegal aliens have invaded our country, and it wasn't by accident, it was by design. Creating this flood of illegal immigration is the purpose of the ultra-liberal immigration policies. 政治事件了后，对外讲家己有护天使保护的川普，而拉伫佛州的西藏路海沙坡出席保守派宗教团体转折点行动峰会，对大咖的基督教徒讲，你做伊伫11月当选，因都唔免阁投票。And again, Christians get out and vote just this time. You won't have to do it anymore. 4 more years, you know what? It'll be fixed. It'll be fine. You won't have to vote anymore, my beautiful Christians. I love you, Christians. I'm a Christian. I love you. 另外一方面，拜登退选了后，快速整合党内各方势力的候选人，正式竞选的头一礼拜，都募到破纪录2亿美金的政治捐款，也吸引超过17万的新义工加入伊的阵营。MSNBC 新闻上新的民调显示，伊伫18至29岁的少年选民内底，候选人以47%的支持率赢过川普34%。6月28，川普甲拜登头一场电视辩论会后所做的同款调查，川普是以36%领先拜登的27%。We're the underdogs in this race, but this is a people power campaign, and we have momentum. The day after I announced my candidacy, we saw the best 24 hours of grassroots fundraising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 history. 常常和美国 talk show 主持人以无声音的副手、无领袖魅力的副总统口试的候选人 ABC 新闻28公布的民调，讲选民对伊的好感度为1礼拜前的35%升悬到43%，川普的好感度是为40%降到剩36%。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28是南美洲国家秘鲁的国庆日，因为总统博鲁阿尔特伫咧国会发表5点钟的演说。不过，这个总统呢牵涉到真侪弊案，演说的时阵大卡是无啥人，连场外也有民众伫咧抗议。秘鲁国庆日，数百名示威者穿原住民传统服装，尤其大声话反对总统博鲁阿尔特爱伊落台，电报警察一直下杀，主动影响国会大楼前进。秘鲁政治不安让人活头的总统，现任总统博鲁阿尔特原本是副总统，伫2002年底因为左派总统卡斯蒂约被罢免、搁逮捕，也毋过谴责伊政变篡位的示威活动继续到过当年的2月，造成至少50人死亡。遇难者家属为国庆前一日，就伫首都利马多游行，要求爱正义。Debo reconocer que también han sido instituciones democráticas como este Congreso de la República las que se pusieron de pie y preservaron con energía y patriotismo el orden constitucional cuando este fue atacado por los golpistas en diciembre del 2022. 迄天，博鲁阿尔特去国会面对半空的集会，发表年度演说。文告长79页，足足讲5点钟，讲到国家经济受到相应现象等影响所萎缩，因过今年会反弹，也宣布成立基础设施部，佮决定重新启动2019年，因为受到强烈反对，所中断的东控开采计划，也会伫明年4月进前宣布重新大选。不过，博鲁阿尔特本人也陷伫备案长方调查。3月检警搜查伊的厝，找到罗律师甲卡地亚珠宝等奢侈品，涉及非法好价，伊也甲解散调查家己阿兄尼卡洛贪污案的特种警察部队，涉及犯款。虽然个是讲清白，也毋过名望再见跋落坎地。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
可能即马真侪人伫网络顶头用老话讲呛声，甚至是甲人恐吓。来看这个宪法法定19裁定国会这款修法法案暂时处分了后，就网友伫咧司法院的面册顶头老话恐吓着大法官的安全。警方随派人追查，锁定一名伫咧做保全圣诞的查甫人，今仔日去伊住的所在掠人，甲伊上班。这嫌犯说辩解讲是情绪激动，才会老话讲恐吓的。写着点名大法官柯宗烈讲社会上有传闻要甲伊追杀，可能我都安全来退休。老者话人也讲真期待看到这一幕。另外一节要求大法官爱心说好，卖自杀的声明，也真小心身躯边任何信息。后壁也负责炸弹的图，这个恐吓的意味是真高。依据涉嫌写这话恐吓大法官圣诞的查甫人，警方离到伫桃园大所在，甲人抓到。警方讲，43岁圣诞的查甫人做保全，20伫司法院的面册写这话恐吓大法官。伊向警方讲，只是情绪真激动，才写这来呛声，并无实际上要采取行动。据他所称啊，他是一时气愤，在网络上留言啊，依恐吓公众、妨碍公务罪啊，移送台北地检署来做一个复讯啊。警方依法移送检调侦办，检方认定涉犯恐吓慰安这罪嫌，下令交保1万块。原来宪法法庭19裁定，国会这款修法法案暂时处分了后，引起激动的民众不安到司法院来破这误杀。即摆佫出现恐吓的言论，司法院也呼吁民众爱冷静。超越了这个言论自由的界限啊，已经是这个影响大法官人身安全的这样严重的犯罪行为，这个是自由民主这个法治社会所不容许的。司法院讲，大法官是依照宪法行使职权，依法也超出党派独立来审判，未受到任何的干涉，也请民众莫超越自由的界线，也请各界理性自我节制。记者综合报道。国检署提醒讲，最近有网情呢，伫咧网络顶头鼓励这少年人会当去外国捐卵子、捐精虫来趁钱，事实上真有可能去达到当地法规。那虽然国内有中人安尼生做呢，可能会违反到人工生殖法，上当关2年，或者是罚100万。最近有不少网情伫社群平台发文，鼓吹到国外捐精精子卵子，那会当免费出国旅游，也会当趁真悬的营养金，轻易秀来做刷工的少年作文。没有捐卵过的那个资讯，感觉要先做好功课再过去。可能会想说了解一下，但还是会评估啦，还是会评估状况。医师表示，女性捐卵子并不是甲捐血同款轻松简单，因为过程可能产生两组过度反应症候群，会有腹水、甲喘气困难等现象，那严重也可能无命。严重的卵巢过度反应症候群，那这种甚至需要住院啦、抽血啦，而且有可能会危及你的生命。如果说你是处理得不好的话，国检署也警告，到国外捐精卵风险真悬，中国是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捐卵行为。就算是美国，那器官工签证所去做医疗行为也是违法的。国内业者那违法中介盈利，相当会当处100万罚金。如果真的有从事盈利跟中介的生殖细胞的行为，那依照这个人工生殖法的规定，是可以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20万到100万的罚金。根据国内人工生殖法规定，捐精卵有年纪限制，男性20到50岁，女性20到40岁，要经过人工生殖机构检查评估。虽然捐精卵不是商业行为，也毋过捐精者会当领营养金，捐精上悬会当得到8000，捐卵是上悬99000。建议民众捐精卵进前，要先甲医师充分沟通，了解相关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凯美风台过后，一直落大水，雨这山区也传出继续放的灾情。亲像这德鲁固国家公园附近的山壁，昨暗时放甲真严重，烦恼附近的部落会有危险。公所是透明撤离民众，目前放山的范围有愈来愈接近部落的趋势。公所也无排除讲会要求规个庄头爱先来撤离。28暗6点外，德鲁固国家公园入雾溪北边的山区，规片山壁放落来。一直到早起还佫伫咧放落，加上凯美风台25点了扫入来，要去总德村的山路，规条拢是落来石头。这边大概有20米都盖住了，你看这个灯目前的全部都那个跑掉了。
前3天就一直漏了，后面昨天就更厉害了。那你们现在都撤退没有啊？昨天有撤，然后不敢睡嘛。因为放弃的所在下骹就是富社村12人的部落，拢总有25户，114个人住伫遐。居民虽然已经退离去立物溪对岸富社国小来避难，不过放弃的区域看来有愈来愈靠近部落的情形，居民生命安全嘛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我们要迁村，怎么要迁村？叫我们不要住这也不可能啊！这是我们祖先的地啊，叫我们迁哪里去？公所强调讲，若是德鲁古口附近无安全，秀林乡山区伫4月初3地震了后，有真侪山区的岩盘也无稳定，加上凯比风台带来大水雨，目前包括3站、中德甲富社村等等的部落拢有危险，希望政府都要重视。我是希望太鲁阁国也要去关心你们所辖的这个区域啊，是不是影响了所有住户的居住安全？我觉得他们一定要跳出来，好跟我们公所来这边做结合，好包含水保局。居民表示，就算退离去富社村嘛无一定安全，因为瓦近阿年矿场的10人嘛烦恼可能会放弃，加上了后可能还佫有风台。敢会对德鲁古山区造成更较大的威胁？公所目前还佫伫协调，希望会当有地点会当安置。记者综合报道。4月初3，花莲大地震了后，这台铁北回线又佫增难，特别是这河仁到中德，若准落雨就会崩山。就学者预测讲，未来7、8年会继续崩。交通部已经要求台铁启动相关的灾害路段安全评估，其中也包括改线的可能性。预估113年底会提出初步的评估报告。土石完全砍掉天气路，还未清完过一条路就台铁中德甲河仁之间抢通机场一延，目前如果要到8月初3才当抢通东正线。交通部长李明岩表示，经过勘查发现，铁路位置上低所在比公路路线也较低，土石流甲路石开发生，已经请台铁研究，希望会当找到更较安全、更较有韧性的路线。也许是沿线去做加高的方式，或者是相关的改线，那这个部分会做一个长远的一个评估，那让台铁在出发这一段更具有韧性。台铁证实已经启动相关灾害路段安全评估作业，其中就包括改线的可行性，会伫今年底提出初步评估报告。地质学家分析，中德甲河仁之间会当用的路廊真矮，无可能往海岸线，只会当来溯，一定爱乌山出道。这需要先进行地质调查甲风险评估，都爱用真长的时间。要打隧道这种工程就是，所以这么大一个工程在这边要改线的话啊，那开始他必须要做地质调查，才知道说哪边危险哪边不安全重要。那调查完了以后，大概还要经过环评，完成的话，从现在开始的大概要7年8年这种时间。风台升等，除了北回线、河仁甲中德中段。冲管线、嘉义甲新营也未通，台铁继续以公路专接，不过有未少民众反映 APP 有晚当电话，坐车较知影局部未通，爱由公路来专接。不知道，我是今天去那边买票才。绝对会耽误，一定会耽误的。路线中断影响列车调排。台铁表示，列车变做会因为减少甲临时调排需求移动，车长会协助引导旅客安排座位，造成旅客无方便，感觉真实嘞。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文主公庙，侪信众双手拜拜，心心心意来向关圣帝君参拜。旧历6月24拜一即天是关圣帝君生，民众全工来拜拜。也那行天宫为着要推广环保，对2014年8月份开始就落实敬香林，无掠香拜拜嘛，一定十当啊，民众拢一定感觉真惯势啊。这个软化的问题啊，所以讲，咱这个宗教。有对着咱这个时代的潮流，我是感觉讲安尼真好。安尼环保，我觉得非常的好，很干净，这足清气上，足庄严的。行天宫表示，真侪地主、善男信女伫透早6点半就来拜拜，这奉财的是关圣帝君，为着要推广文主公忠义的信念，行天宫表示，因甲真侪传统的庙事无共款，因无烧金、无拜三牲、无庙会社神、无拍金牌、无添油钱、无盈利，嘛无动机。
生命要保庇咱世人，看的是咱社人世人的心，啊，甲咱世人伊的行为的好歹。所以其实咱文殊公庙有推动，咱的敬神观念就是啥物？以敬神来拜神，以问心来敬神，以修德来礼神。 这三种的敬神观念。也那今年的关圣帝君生嘛，拄啊好是天赦日，民间信仰认为是祈福、忏悔、求好运的好日子。行天宫表示宗教会当安定人心，嘛劝人向善。行天宫嘛强调拜神上重要的是反省、改过、行善、甲积德。只要心心心意，神明就会甲你保庇。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 咱来看巴黎奥运的台湾馆7月27开幕，已经是成4000多人来参观。除了提供真侪台湾特色的食食，也有精彩表演节目。其中百万歌手阿宝用无记的歌曲来突破语言的障碍，让来自全世界游客伫巴黎感受到台湾的热情。 台湾族歌手阿宝用族语伫法国唱出台湾的歌声。巴黎文化奥运的台湾馆伫7月27正式开幕，由4组团体轮流上场。包括电音、传统乐器、含女子马戏，也那最后一段是阿宝阿敖带动全场用无需要翻译的节奏，让世界感受到台湾的热情。我觉得跳舞是这样，它会很快可以打破隔阂，音乐是。然后你开始跳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沉浸在这个音乐里面了。 就不用解释太多，就很棒，他就会记住这个馆里面有很棒的表演这样。阿宝和团队总共演唱10条无语的创作歌曲，结合族语、台语和华语等等，让世界看到台湾族群的多元性。另外，咱的台湾馆也准备限量500份的家己茶礼包，让各国朋友拢通吃到真珠领地的鸡仔饼和台湾美女。Okay, have you ever tried this one? No, never. Never. Do you like bubble tea ice cream? Yeah, we like it. We love it. 虽然开幕即天天气无介好，有关去饮食请人来，台湾驻法国大使也真欢喜，会当和世界分享台湾文化。他们就是不太了解台湾，所以现在对这个这么有兴趣嘛？因为台湾过去有名了，当然自由民主半导体，面对中国的打压，然后找出自己的出路嘛所以他们现在对台湾的文化，你看这么多人来，就是来了解我们的文化。 另外，高志忠嘛分享讲，这外国朋友拢真学到今年奥运台湾队的服装设计。伊讲台湾毋但半导体甲珍珠领地，台湾馆到7月初8拢有无共款的艺文表演。财团的文化部表示，咱要透过文化奥运向世界展现台湾嘛是一个文化的大国。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 伫咧台语内面有真侪俗谚语，拢是生活经验的历史，也是充满智慧的民间语言。中华县文化局邀请文书工作者郑武龙老师开课，举办台语的言语教学，也让民众来认捌到台语俗谚内面的趣味也个内涵。目睭看完文化教育在学校，所以这种常常咱拢会听到对吧？但是伊的意思啥物，真正拢唔知。 详细解说俗语的意思，有咧讲人情世事，嘛有加计带相关的俗语话。中华县政府邀请文书工作者郑武龙老师开课，教民众认捌台湾俗语的趣味甲内涵。今日讲文化，伊是包罗万象，也是包罗万象，伊包含着食、大、清、英、甲语言，这样日会甲大家来报道开讲，互相来探讨着这四句联，甲咱这俗语。 郑武龙老师表示，为俗语会当看出一个时代民族的发展甲生活，会使讲是民间的文学。亲像买卖算分，小请无论，意思是买卖还买卖，请人客还请人客，唔通揽做伙。短短两句话，讲出做生意甲交配的道理。这拢是较早古早人留落来的语言，咱若即马无搁继续来学习，即马囡仔就无啥了解。其实我伫厝内底有咧讲台语，但是我的 英语较无通，所以我上帝的机会要来听看卖啊。中华县文化局表示，过去因举办过侪亲子的台语相关活动，这边特别安排台湾话的俗语教学，希望甲台语文化推广互无共年岁的民众，互大众认捌台语的水气甲内涵。嘛，毋望即寡真有人生道理的俗语话，会当继续伫生活中定定提出来讲。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伫咧新竹的有一座是日本海军的燃料厂，是日本踮伫咧台湾起的第6座燃料厂，所以落尾人拢家伊叫做是6连。为了要互大家更较了解到这6连过去的历史故事，阳明交通大学团队参作家王春珠合作，用这6连做主题出版绘本，也有台语、英语、日语这3种语言，要来读绘本的故事。我曾经是新竹宾馆顶上悬的演堂。人甲我号过过来的名，有阮东莞710甲着人。以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做主题的绘本，写过去6年的历史，内底唔但有精彩的故事，而且透过绘本顶面的 QR code， 可当听到专业老师用台语来讲故事，读互大家听。用当初时住伫这个大演堂内底眷村的军人吼，啊，佮有遐个囡仔吼，啊，佮有遐个邻家来讲，迄当时因住伫内底状况，甲遐个情形生活的状况，啊，就是透过这个较生活化、较趣味吼，也是讲一寡囡仔是讲大人的角度吼来讲这个故事。除了讲6年的故事，阳明交通大学团队嘛特别带大家来到第6燃料厂附近，来认识目前住在大演堂内面的神魔夜婆。我们觉得故事其实是让亲子更能快速理解这个蝙蝠的生态，所以其实借由故事可以让亲子他们一起对于这个蝙蝠更有认同感，然后更童趣，然后可以更亲近。所以我们就先借由故事，然后再加上实地的，让大家来去看真的蝙蝠飞出来的样子。带囡仔来听故事啊。啊，还有让活动，我觉得感觉袂歹啊。有一班活动，互囡仔来，啊，知影讲，哇，咱新竹嘛是有这种生态活动，我感觉就好诶。对，啊，还有老师念册互你听。民众讲透过绘本故事，加上现场导览活动，大家对第6燃料厂过去的历史以及神魔夜婆有了更较深的了解。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2011年，行政院通过国家儿童未来馆的建设计划，打算要投入165亿的经费，来打造出国内第一世界上大儿童馆，按算伫咧2030年完工。今仔日有针对这儿童馆的规划来开座谈会，着民间团体针对空间规划、道具环境等等来提出建议。教育政府呢，就爱真正徛伫囡仔角度来思考，才袂变做是一个用来观望、高无人使用的大型博物馆。为着要有一个以囡仔做主体来培养未来世代创意思考甲探索的空间，行政院在2021年通过国家儿童未来馆建设计划，这是台湾头一个国家级的儿童场馆。为着要收集意见，立到民进党立委就文化部筹备处和这民团来开座谈会，针对儿童未来馆的规划，有展览、多媒体活动、科技体验等等10多区。有民团认为，安尼看起来是真丰富，不过因建议爱有互囡仔自由发挥的空间。我们可以提供适当的留白空间跟素材，让儿童能够自由的发挥创意，可以做一些制造游戏。除了给儿童自由，我们也是告诉大人，我们要对抗陈旧文化。另外，嘛有台语亲子团体发声，建议场馆也要考虑无共族群的语言使用。所有的标识会当用多语言来展现。第二，除了华语之外，咱拢知影，咱的母语、本土语言拢有传承的危机，所以嘛建议馆内咱的活动，是毋是语言使用的比例会当照顾到这个部分。也若着秘书是回应讲，目前专家委员会已经开38场，因会甲这意见收集整理，甲大家构筑一个合作的群组，做伙来达成共识。不但不希望它成为一个大型游乐场，我们更不希望它只是一个展场。好，我们更希望它是一个为儿童而创立的一个具有能够对儿童能够做研究，对儿童的行为能够做了解。这个国家儿童未来馆打算起伫咧邦桥，要服务0至18岁的囡仔和青少年。文化部要开165亿的经费来建设，按照明年底完成招标，2030年完工。民团呼吁政府要真正徛伫囡仔的角度来思考，才袂变做一个无人用的盲仔馆。记者卢尚珠、郑俊友台北报道。最近天气在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4度。明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